户外教育这件代志，真正的户外教育行出去外口，是真正去大自然内底。洞口，加油！欣赏美丽风景有真侪款，坐火车、坐游轮看世界。无人选择入山出海，和这片土地念相我。我读大学的时阵，讲正经的，拢无咧认真读书，有较认真咧爬山啦。上面层哦，好。后面的很大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